好，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巴勒斯坦的卫生部门表示，自以色列轰炸加沙地区以来，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万人。目前，以色列军队是切断加沙北部的通道，要让哈马斯走投无路，才去发动空袭。巴勒斯坦嘛讲，这场战争未来只会更加粗残。回应可是会查某囡仔被抱入牢，一群人走去厝顶避难，反倒倒来无命。加沙走廊上大的西法病院厝顶被拍到，太阳能板被毁，因为缺少燃料，病院即马只剩一台发电机通用。伫现场的人讲，这是加沙北部到即马上猛烈的轰炸之一。以色列表示，一年之间攻击450个目标，哈马斯真济军事指挥官死亡。בסדר, אנחנו לא תקפנו, למיטב ידיעתי, בלוחות סולאריים בבית החולים שיפה, אבל, אנחנו עוקבים אחרי האופן שבו חמאס עושה שימוש ציני. 以下冲突已经加速，近距离都市作战。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为了军队会真紧进入加沙区，运从真济年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出面应战，为真大地图网络当中发动攻击，伤亡人数恐惊增加真济。哈马斯控制加沙卫生部门无区分平民的统计之下，表示巴勒斯坦人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万人。哈马斯驻黎巴嫩代表哈姆丹切拉宣布，以色列前一天公布的谢赫哈马德病院头前大坑就是通向哈马斯地下通道入口。يتضح انبوب التهويه الذي سنعرض صورته المرجلي بعد قليل امام كافه المؤسسات الدوليه ليعلم العالم ويرى راي العين。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反应可比，对死亡超过1万人表示无法度证实，不过巴勒斯坦百姓确实几千人死亡。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切拉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通电话当中，提出因为人道暂时停火必要性，不过无达成共识。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有人好冒天灾，这是索马利亚南部最近上大雨做大水，是造成14个人死亡，也有超过11万人有路无厝。这个所在伫去年才可旱，即马是咧做大水，加上战争粮食继续起，当地即马是欠粮食，人民拢食袂饱。专家就警告讲，气候变迁加上战争，活袂落去的受害者拢是这个善车佮弱势国家。大水提起，这对还袂消退，囡仔徛伫卡达乌县的土水当中，唔知要如何是好。索马利亚南部地区最近5天暴雨是落袂煞，朱巴河甲谢贝利河水位欠悬，地数造成大水灾。roobkan maanta kula shan waay oo saas noogu da'oohaya lama waayeel ee waa noogu dhimatay allah u nahariiso guryaal badanaa naga baaba'ay cayaalaa hadda naga maqan intay nool yihiin intay dhinteen oo ogeyna hamba ka sheegi lahayna。朱巴兰谢赫贝利甲西南州受大水影响上严重，当局已经宣布这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因为当地去年才发生40年来上严重的酷旱，有43000人死亡，加上俄乌战争粮食继续欠悬，和当地强被摇机失断。这场大水造成10万人死亡，超过11万人有路无厝，全国超过70万人受影响。南部邻国肯亚也出现灾情，红十字会表示，大水冲走数十栋的厝，至少15人死亡，15000多户受影响。There is quite a big irony around people fleeing for the fact that they don't have water, and now fleeing because they have too much water. This cycle of flooding and drought is going to continue, and we're going to see this more and more unless we really do something on a global scale to try to reduce these and try to stay on this Paris 1.5 alignment. 联合国顶个月捌指出，东非10到12月可能落无正常大雨，不过肯亚总统所宣布，无可能出现毁灭性大水。援助机构甲科学家警告，气候变迁是加速这场人道主义危机的关键因素之一，只是受影响上深的却是破坏量上少的一群人。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镜头等下，咱国来关心海巡署经过几啊天的搜证，即马伫桃园的滨定也有龙潭抓到做私分的工厂，发现价值4900万的私分。先后在桃园市平镇、龙潭等地查获制烟机具1批，卷烟成品4万支，烟丝6.5公吨，所查获私烟共计49万余包，市值约新台币4900余万，一举缉获上中下游撕裂烟品产制链。
海巡台北查缉队报桃园检方经过调查锁定位置，抓到做私分的工厂。海巡队民国110年甲当已经抓到21间私分的工厂，大多数拢是以要做肥料的名义合法来进口薰草去做提取草私分，再搁用较俗的技术提去市场卖。在咱做伙来关心天气，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今仔日伫这方面会小可变天，也若其他的所在，今仔日拢是侪云到好天。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北台湾东半部规天的温度拢感觉较凉，高温只有23度至26度。也若伫中南部天气是较长差不多，也毋过日时暗时的温差较大，高温有27度至31度。也若各地透早甲透暗温度拢较低，低温只有21度至24度。雨水的部分，这波东北季风雨水是较少，只有东半部有一寡雨水。中昼过后，中南部的山区嘛有30雨，西半部平湖、金门、马祖，伫今仔日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来关心台中海线的大路，最近是出现真侪铁钉啊，害真侪车辆驶过了后，车链全消风。警方有锁定一个哪塞车哪压铁钉的嫌犯，尾也是伫宜兰抓着人。伊讲伊只是因为心情不好才会安尼做。数十支的铁钉啊，连伫吸石顶悬，这钉啊，伫几工前竟然全部落伫车路。台中海线地区这几天陆续有大量的铁钉啊落伫路面，造成不少汽机车经过，车链直接被铁钉啊插破，或甚至直接壁链。原本只有伫五车甲沙鹿地区，即马连清水区也发现大量的钉啊。当地里长讲，前几天暗时有甲里民斗阵来清理，吸到300-400支的钉啊。环保局清洁队要到现场来摒扫。在昨天下午大概5-6点，我们林长还有跟附近的居民都还有在做一波的整理。这都是我们昨天中午大概1-2点的时候，我们就在马路这边捡的，就用我们自己用磁铁，然后把它吸起来。透过路口监视器，警方锁定原来赛车、原来压铁钉的涉案的查甫人。早已到宜兰进香了后，本来要等伊回来台中的时阵，卖互掠人想未到，伊伫当地就要赛车车皮后无法度回来。专案小组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核发拘票，前往宜兰将严选拘捕到案。自称犯罪动机系因个人情绪问题所致。涉案查甫人供出家己压铁钉的地点，经过初步比对甲证据符合，照公共危险罪移送地检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联合报。新冠疫情期间，咱政府买预防车政策引起批评。若政府支持国产的高端预防车，尾也冒出现争议。高端的股票，风声有内线交易是不时拢有。检方尾也调查了后，有63案，拢是查无犯罪签结，即卖还佫剩2件等待调查。来关心自由时报，2024年大选即卖剩2个月尔。公安局长蔡明亮有证实讲，有民调公司的负责人甲学者，互中国邀请去兑换。即卖佫有发现讲，有民调公司的资金是对中国来的，公安单位即卖拢有咧注意。来关心中国时报，进前台北加价的受刑人申请讲要求要伫加价内底转票，成功了后，即卖花莲加价有一个姓赖的受刑人，嘛提出行政诉讼，也佫有申请加处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即马是裁定讲，每年1月13正副总统甲立委投票的时，花莲县的选委会嘛爱伫花莲加价内底设投票所，这是第2件法院允准受刑人会当伫加价内底转票的案件。镜头来高雄，高雄市今年有真侪场大型的演唱会，嘛有带动高雄的观光。也毋过即马就民众发现讲，饭店哪亲像因为安尼拢咧起价。若即礼拜高雄阁有2场演唱会，观光局嘛有稽查当地13间旅馆，发现有4间趁机会咧有关介绍。本地是按4600，即马是起到7400。高雄的观光局是表示，上济会当发债业者5万块。观光局人员甲消保官同齐来到盐田区这间饭店，详细询问房间介绍。因为最近有真侪歌手拢来高雄开演唱会，这礼拜就有2场，市区订房率有到8成，想袂到也是有业者趁机会提供介绍。观光局拢总稽查13间的旅店，就有4间业者来违规。上侪这间拜六单人房的介绍，一间就要起3000块，观光局依法罚款5万块。在这一次稽查的13家业者当中，有4家旅馆业者
者他的房价超过了备查房价，后续我们将会依照规定处以新台币1万到5万不等的一个罚款。4间违规业者在100来迄天房间介绍起200到60不等，其实疫情解封了后，不少民众拢感觉国内旅店、饭店介绍真贵。记者实际来到违规饭店附近，也是有不少外地游客表示讲，若是介绍被起价收限，因拢会当接收。高铁票的那个，对，大概这样子是一个人3000出头吧。对，对我们来说，我就觉得还可以，对，可以接受。想是价格是差不多，主要是我要的是因为有小孩，所以我选的是家庭房，所以对我来讲，这个价格是还 OK。观光局嘛呼吁旅店、饭店业者唔通趁廉价也是活动的时阵，凊彩提悬房间介绍，若是用查到，会依照规定罚款1万到5万块，而且公布店家名。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因为交通部观光署伫顶礼拜是宣布讲，明年3月中后，咱的旅游业者就当组团带游客去中国游览。交通部伫昨昏是表示，本地是望讲中国买当对等开放，也毋过咱说担保中国的回应。考虑咱国内业者的生存甲业绩，即马咱会先开放。目前已经有业者咧要行程啊，5天4暝行程大约是2万5。台北国际旅店最后一天现场尾气真烧热，尤其顶礼拜5接送布解除禁令的中国团，现场真侪人伫问，已经业者推出相关的行程。明年3月到北京赏花、游长城这4大文化遗产，5天4暝团费定价2万5。业者讲，疫情了后机会少，机票计少起，加上中国当地物价也起价，成本开始较悬。针对有直飞的航班来做一个产品的包装，那以疫情前19年到现在的话，大概包装商品的程度，成本大概会上涨到1到2成左右。各大旅行社拢推出中国行程，报名人真多。只是虽然观光署公告，明年3月起恢复旅行业，会使组团到中国，让接待中国团客。不过中国方面并无讲陆客什么时阵会使来。交通部强调，其实咱通一直有这方面的善意，不过担保中国回应。考虑咱个旅行业者对着出团的准备，至少要3个月时间，所以决定先来开放。以这个平等互惠的这个原则希望两边同时开放，但是他没有回应。那过去虽然我们这样的主张，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旅行业很多做大陆团，他们有这个营运，还有包括员工生计的课题啊。原来即阵两花敢若剩10个航点有登记航班，13个航点是包机，运量无到疫情进前的一半。交通部讲，随到中国旅行团解除禁令，若包机航点运量稳定，业者就来申请登记航班。只要无到有过多一条航线先恢复，已经请航空业者随时来检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以色列唔停战，继续攻击加沙地区，要称度哈马斯的势力。以色列嘅军队即马是表示，因会甲加沙分做南北2部军。因为以色列即马有官员是向媒体表示，对加沙走廊发射核子弹，有可能嘛是选项之一。这个发言引起争议，即马伊随后以色列政府禁止伊继续参加政府的会议。以色列7号暗时又原一直攻击加沙，暗时天顶一直会当看到爆炸火光。除了空袭，各位地面侵入加沙，要包围伊斯兰武装组织哈马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7号表示，在军队的包围之下，已經把加沙截斷做2個部分。כוחות צה"ל בהובלת סיירת גולני כיתרו את העיר עזה. הם הגיעו עד לחוף הים בחלק הדרומי של העיר עזה, והם כיתרו את העיר עזה, ובעצם היום יש עזה צפון ועזה דרום. 以色列连续2天表示，在固定时间开放人道走廊，佮一摆呼吁加沙北部民众向南部撤离。不过耶路撒冷事务甲卫生部长埃利亚夫说，在接受广播电台访问的时阵，表示无完全满意，暂时对加沙的报复规模。佮在主持人提问之下，认为对加沙使用核武会是一个选择，和加沙民众是真激动。يتفرجوا يشوفوا الدمار اللي احنا فيه. كل يوم بنضرب علينا قنبله نوويه. يوم بنضرب علينا. 这个话出来引起各种争议。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办公室马上发表声明，表示埃利亚胡的言论脱离现实，已经命令予伊暂停参加政府的会议，一直到进一步的通知为止。在加沙逐天受到攻击，市场已经发生欠各种物资，毋但无电、无粮食，佮欠水用，民众甚至去用海水来洗物件，也是啉。外口送过来粮食无够，真侪食物拢用要过期，有关无法度送去有需要民众手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伫约旦的会谈了后，短暂停留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讨论建立海上人道走廊，为海路提供人道物资给加沙平民。另外，为了防止中东局势恶化，美国阁震撼的公布俄亥俄级的核动力产水链的状况。相片显示，产水链打要通过埃及开罗北部的苏伊士运河，建构包括伊朗等等各方势力的企图是真明显。国际新闻台是董炳玉。俄罗斯拍乌克兰这场战争已经战20个月，而且最近这一年拢无啥变动。即马就有媒体曝光，美国和欧盟的官员是建议讲，这两国要赶紧讲和，互这场战争会当结束。针对这款讲法，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是公开驳回这个讲法。自从俄罗斯7月退出乌海国务协议了后，俄乌双方伫乌海甲西科维地区的攻击行动就一直增加。不过，交战双方真看战线已经有1年，会当讲无变动。初五，俄军证实乌克兰的飞弹击到克里米亚半岛东部克什的造军厂甲港口基础设施，佫造成1架船舰受损。另外一方面，青山乌克兰火箭兵甲炮兵这天，乌克兰陆军第128山地突击旅伫扎波罗热州举行的士兵颁奖仪式，互俄军一粒弹道飞弹击到，当场造成20多名士兵死亡。战事会当讲真歹分出胜负。最近有西方媒体报道，基美国甲欧洲的官员建议基辅甲莫斯科等地和谈结束战争。泽伦斯基伫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访谈节目，回顾新闻界初五爆出的专访中讲，除非俄罗斯军队退离，若无伊无准备甲莫斯科正式谈判。I hear you rejecting the characterization by your top general that this is a stalemate. Are you changing strategies, as has been reported? I don't think that this is a stalemate. It's a check on the part of the Russian army. But before that, we did a lot. We had done a lot. We were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泽伦斯基讲，这场战争进入艰难的局势，伊需要更较侪防空系统方面的援助，来结束俄国在空战上的优势。另外一方面，南韩军方顶日的消息指出，北韩向俄罗斯运送100多万粒炮弹，甲数量不明的底停弹道飞弹、反战车飞弹，甲会当炸的防空飞弹。路透社伫顿内茨克前线采访到的乌克兰炮兵表示，过去1个月以来，俄军的火炮数量确实有增加的趋势。То, что там, я слышал, передали снарядов им немало. Корея тоже ощущается. 欧盟会伫后个月高峰会决定监视运作乌克兰登柜离平谈判。关键的乌克兰离平进度的报告有隔伫七八公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初时6摆去基辅访问，宣布欧盟建议到2027年为止，另外提供500亿欧元援助给乌克兰。佮俄罗基辅伫司法系统改革、组织、单独独占甲打击洗钱等项目有真侪进展。公司新闻网回文编译。美国去年有一项研究是发现讲，电头毛甲头毛电头滴的这药剂内底的化学成分甲子宫癌有牵连，患者就对产品的厂商提出集体诉讼。透过媒体报道，甲已经有6000多人加入，而且嘛指控10多间业者暗砍健康风险，因为要甲头毛创发滴的拢是黑人较济，所以嘛牵涉种族歧视。不过业者是强调讲，目前并无科学证据来证明讲产品和致癌有关系。肥的女性的头毛天生侪粗细，佮自然球无好整理，所以真侪人定使用直发膏做造型。69岁美容师不死，平均1个半月就要用一摆。伊伫50多岁就方诊断出子宫癌。今年8月家己直发剂致癌的集体诉讼5万2000真相。And there was a possibility chemicals, relaxers could be related to different types of cancer. If that's the case, if we find out that that's the case, I would like to see that relaxers are taken completely off the market.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去年发表的研究，发现定使用化学直发剂甲子宫癌之间存在关联性。了后，随有非的患者对业者提告，代表律师随就发起全国性的
乌人妇女患者无执行动，提出集体诉讼。指控包括莱雅甲鲁华农在内，至少有10几间公司卖的直发剂含有邻苯二甲酸酯等类分泌干胶素，是致癌化学物质。各部警告人客，目前为止已经立案查请件。代表律师之一克伦普强调，业者利用非裔妇女被迫追求柔顺的头毛，以符合白人审美观的技术甲文化协标来行销，本质上也涉及民权问题。And many of them use these chemical relaxers because of society pressures,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marketing from these corporations that should have known the harmful effect that these chemicals were having on their customers. 业者强调产品符合严格安全标准，各研究报告并无证明直发膏甲癌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要求法院驳回诉讼。业界分析，官司成败会出决伫原告敢会当证明业者调工暗砍致癌风险。那原告安怎证明家己长期使用产品甲安怎造成调癌，也是攻防要点。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和乡亲做伙来去看世界。根据外国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丁已经决定要参选明年3月份的总统大选。今年71岁的普丁任期已经正做上久的俄罗斯领导人啊。俄罗斯是伫2020年有通过宪法修正案，放零总统任期的限制，所以普丁就当一直做落去。来关心中国外交部宣布，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明仔载会去美国访问，会甲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举办经济对话。最近，美国中国互动是真密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顶一日才去美国访问，即马拢互外界认为讲，美中的关系有咧变好，嘛是咧替这个月中的拜习会咧铺路。继续关心俄乌战争也未收煞，以哈战争搁爆发，台海局势嘛引起关心。外国媒体就报讲，中国的山东号航空母舰，还有10多架舰艇，另外搁有美军的雷根号，还有卡尔文森号这2架航空母舰打击群，最近拢伫西太平洋，伊有互相比拼的意图。那美国卡尔文森号伫车站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举办联合军演。根据媒体报道，美国和中国的军舰拢出现伫太平岛附近，局势看起来有较紧张。有立委即马是建议讲，咱的海军陆战队嘛爱派军队去太平岛。国安局长蔡明元是表示，实际上的状况爱去评估。海巡是表示，太平岛的码头整修工程已经要做好啊，刷落来就会有较大型的军舰驶去太平岛。南海情势继续紧张。根据边媒体报道，美中军舰车3出现伫太平岛周边12海里附近，周边竟然出现大批敢若像渔船的中国民兵船，虽然无进入6000公尺限制水域内底，不过也是引起当局警戒，经回报本岛填海战情。南沙太平岛周边海域船舶动态，本署协同国防部军人有效监侦，对各项状况备有应对方案，且依现有能量可有效应处各种突发状况。立委建议政府考虑海军陆战队回防太平岛，提升核阻力。国防局长蔡明元讲，必须评估实际情况，以免真做相关科学紧张的指标。现阶段因应方案是会陆续部署较大的船舰。部分就我们的理解，海巡署它还是有规划它定期的相关的巡弋了哦。然后现在一些比较大的吨位的船舰也会陆续部署到南海地区来。全太平岛港边乌侵加码头修理工程，即要到一个坎站。港边防水闸门安装验收透动，海巡署讲，这使大幅提升咱国南海人道救援的能力。水电设备整修完成了后，会使甲100吨的巡防救难艇派登来太平岛登记驻防。当然，这都是机密没有细部的。那这样子在必要的时候，就可以让我国的大型巡防舰，例如4000吨级的，可以直接就是靠码头。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下卸，还有物资的补给。苏志芬讲，支持政府增加伫太平岛的扩建的计划，像是跑道延长，唔会使提升运输机的作业能力。同时，让咱国主力的机队必要时要跑道操作，更加重要是对台湾保卫领土必要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
中华两岸婚姻家庭服务联盟的秘书长齐春英，过去伫中国的一寡身份，即马拢互乌出来，敢有干涉统战？咱国安局长蔡明安昨表示，准讲中国配偶配合中国进行统战，提钱办代志，有具体事情就会依上法办。而且最近，佫有一个中国配偶是徛出来指控讲，齐春英挑故意跳伞伊和台湾红婿婚姻。中华两岸婚姻家庭服务联盟秘书长齐春英因为传述列入民众党无分区的名单，引发议论。伊初5调开记者会，讲伫中国已经无身份，无需要遵守中国法律，且对陆配担任立委是毋是国安的疑问。公安局长蔡明安表示，若是有通奸证据，就会办理。只要有接受对岸的指示或相关的资金的挹注，在台湾发展组织的这些违异常的行为，我们都会予以关注，也会收集相关的资讯。那只要有具体的证据的话，我们就会移送到司法机关来立案的侦办。对着齐春英是毋是共产党员，蔡明安讲牵涉情报资料无方便评论个案。也若齐春英爱陆委会主委邱泰三解释，陆配要安怎来放弃中国国籍？陆委会初6回应，担任公职时放弃外国国籍是基于忠诚的义务，无应该歪曲真侪个人歧视。这时阵齐春英又表示新的争议。你做出这样的事情，你还配坐在那个道德的制高点上，说自己帮助了多少陆配吗？一个寄来台湾多年、必须长期西游记的陆配赵小姐讲，2021年公安退休的老爸为着甲翁仔某2个人拆线，甲骗出这存款，经由管道找齐春英到协助。登记中国了后，老爸却是甲赵小姐绑伫咧新疆病院3个月，真无简单走倒来台湾，认为伊协助歹人做歹事，无责任说立委。我们这么辛苦帮他回去，我们这样的做好事，没有分文的图报酬，这样子在忙他这个事情。她这个老公应该是被利用了。齐春英讲，这个讲法内容不是事实，伊只是提供安慰协助，并无熟悉赵小姐老爸，伊更加认为赵小姐红婿互人利用。在二日时阵出面来甲伊攻击，若是继续搬恶意，伊就要提出告诉。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桃园北竹的环保志工坐游览车去宜兰太平山游览，所发生冰车意外，造成一个人死亡。因为这个细贵的司机是讲游览车的档出问题才会冰车。即马宜兰的检方已经介入调查，这个司机红涉嫌过失致死罪，以20万交保。因为运安会和公路局的人员嘛到现场调查。另外，行车记录器这部分的画面，要等调查结束才会对外公布。大哥，是无档啊哟！你讲者是无档啊，是安怎？太平山游览车冰车案四过司机，互人依照过失致死罪入地20万块交保。伊对检警表示，代志发生时阵，档案失灵，毋再造成车祸。当时对志工铁腿的立场是讲，司机有扭手档案，毋过无作用。司机发现这个刹车不灵，因为速度越来越快，他没有办法刹车。刚好前面有一个转弯的一个土堆。撞到那个土堆，就整个车就翻了。代志发生了后，公路局监视人员会同运安会调查官到游览车暂时囥的3星分局调查，初步发现正平车身受损严重，不过车的主体无严重损坏，而且原厂来测试档案的装置。先临时挂电瓶上去，然后这部车子。因为他只是翻车而已，他结构有损坏。疑似是好像是有翻车了之后再去撞到护栏，再往前推移。目前大家看是这样子，刹车灯后面都一直有亮，长期有刹车，是怀疑就是可能刹车使用不当。宜兰地检署是讲有发现档案好亲像一直大力打，地书档案顶一直倒，会进一步查清楚车祸甲车的功能相关性。公路局调查，这台车较早定期检查无问题，司机有省道超速2件，也甲无依照标志指示行驶，拢总3件违规记录。即马会看车祸调查结果，来全面检讨大车的安全。等到就是说整个车辆的检查，还有行车记录器的一个确认之后，我想有需要再做一个精进的措施的话，我们会再来做相关的要求。公路局进前才宣布要对游览车提出3大管制，包括要调回中学违规驾驶做教育训练，另外一家促限各警达调价，嘛规划公布车的资料。游览车专业会分析，进前游览车的事故认为占7成至8成，尤其以超速加超时工作是上界大原因，会配合政府加强训练，也希望人力会当补齐。记者综合报道。军方的刺针飞弹发射弹弓提起卖，内底真正的枪锋换做假枪。
假称咱的国军是伫偷出包，即马就风声讲，针对违法的义务役阿兵哥，军方正在研究要互因延后退伍才会处罚方案。也让专家是认为讲，毋那军队爱整顿，军人违法嘛爱加重处罚，才会当主动犯罪。正正才传出国军试针飞弹发射弹防挂流头皮，甚至有国军真情防调包组模型情，也传出军纪问题。因为军审法已经修正明定非战时期，现役军人犯罪回归一般司法审理。即马民进党立委何志伟讲，对违法犯纪的义务役男，军方当点期延后退伍等方案应对。打比方说，延后退伍，或者直接让这些所谓的义务役直接把他们退掉，这都是选项，也都在讨论当中。犯错就延后退伍的这个方式其实它要本于就是说公平的一个原则，包含要社会沟通的一个前提之下来去做好相关的一个政策推动之前的一个完善。虽然也有立委把呼吁恢复军审制度，也不过专家表示，整肃军纪将延后退伍当作处罚手段，有望讨论空间。那对照其他国家除了军法审判，也有检方法审等方式应对，建议先为强化法治教育做起，接来都是会当对军人违法加重执行。关7天之后呢，再回来做服役这个是可行的。但是你说因此犯错要延长一期，这个是万万不可行。军事人员违法犯纪的话呢，或许我们可能要加重其刑这种方式来做一个量刑的规范来。国防部表示，义务役士官也适用恢国处分。今年国军全军顺利送恢国执行者目前为止是9个人，不过现阶段要将犯错军人送入恢国式进前，要经过2阶段身份评量。若是过犯人员向自伤员表明目前情绪无稳，就只会当用其他方式处罚。另外，受恢国人也会当向法院也是执行单位提出异议。但国民建议要简化恢国处分条件，避免有心人士逃避受罚。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解决欠护理师的问题，卫福部伫昨昏宣布讲，26间卫福部的病院加强8000外的护理人员的薪水，拢会加4%，平均每一个护理人员会加1500到2500。调整了后，护理人员的薪水上济一年有92万。国内护理人力欠缺，大部分私立病院拢加薪留人才。卫福部前人嘛宣布，26间卫福部立病院拢总8000外公职加非公职护理人员的薪水，同齐加薪4%，平均每人调薪1500至2500。不会说用统一的标准去做处理，所以这个是要每家医院看他的营运的状况等等这一些，那去决定说可能调整的幅度。卫福部表示，为11月份开始，部分病院每个月病房轮班津贴增加800至2000块。另外，部立病院所有护理师，伫每年元旦开始，相关会当加薪2500。所以，从今年3月开始，部分病院的护理人员薪水都陆续调薪。包括驻勤奖金每个月3000块，夜班津贴每个月1850块，护理人员平均年薪上悬达到92万。如果公务预算没有办法介入，要等到营运，我觉得这个困难度会越来越高，而且对偏乡的医疗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困难。卫福部讲，护理人员加薪毋但是为着留护理人才，更加是确保病人照顾的品质甲安全必要的做法，也是会用加认可护理专业特殊贡献。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镜头来台南，关心台南本土天狗节的疫情，本地是有较降下，也毋过即马佫出现第2型天狗节的病毒，即甲大流行的第1型是无共款的。根据了解，目前台南有4个去为着第4型病毒的确诊者，因拢有去外县市行大的记录。即马为着要控制疫情，避免2种病毒互相交叉感染，卫生所即马是表示讲，对昨开始非热区会恢复 PCR 检测，嘛会加强消毒。工作人员提帮水，放伫每一间房间，关啊拍开就自动开始喷。因当咧进行喷药啊，原本台南天狗节连续5礼拜有较降，不过即摆煞出现第2型天狗节病毒，参本咧流行的第1型无相像。根据上新的统计，规定出现头1例，煞尾加里有3例。卫生局指出，这4例拢有到外县市行打，为了要准确掌握病患感染到什么病毒，今仔日开始恢复非流行疫区爱做 PCR 检测。后续的清理是比较麻烦一点，但是这也不能拒绝，因为毕竟这是现在我们遇到的状况。欢乐加减的只是袂狂欢，
政府有要赶倒三工，把这个环境用好，俺当然来配合啊。在第一例出现的时候就不敢轻忽，立即完成该区域强力资清、紧急户内外的化学防治。卫生局是烦恼交叉感染会变重症，而且因过第二型病毒流行的时阵，重症甲死亡案例比第一型较济。不过生态病院感染科医生认为，最后参个人抗体浓度有关系。大部分都是感染完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刚好抗体这个体内还存有抗体，但是又不足以产生保护力。那这样的一个抗体反而会有时候会造成这个感染者这个疾病严重增加。这样，经过气象署资料显示，今年因为圣婴现象，天数目前天气稍热，有患者适合生网虫。卫生局讲，环境摒扫清气、认真防治，才是对付天高嘅上好的方法。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ยิ่那高雄的茶山有真侪高山啊，市府伫山区有采白啊，禁止民众饲高山啊。总共有人检举成功了后，会当摕到罚金2成做奖励金。今年农业局就接到4件检举，有2个民众检举成功，顺利摕到奖金。有一位查甫人为树林中行出来，就看到树林内底高山仔开始咧食芳，伫茶山顶山口，常常拢有人摕食物饲高，嘛会出现高山仔抢人的物件冲突。来爬山的民众都讲，这现象伫茶山时常看到，因为可能饲高的民众。还好啦，他不会很多啦，他只是偶尔拿点东西给他吃而已啦。下点仔讲，你有当时讲伊会作歹嘛？其实，若是检举饲高的人，民众会有奖励金。这是高雄市制定野生动物保育自治条例，来鼓励民众翕相举报饲高的违法行为。今年受理事件，有2位民众检举成功，会当摕到罚款20%金额，伊分别摕到500到1000块的奖金。农业局会以影片也是相片来判断，互检举的人是主动饲高，也是食物互高处去。高雄市野生动物保育自治条例禁止喂食及接触猕猴，可以裁罚5000到1万元。依据检举喂养奖励办法，检举者可以依照实收的罚款金额的20%作为核发的奖励金。伫去年农业局有受理17件，不过仅2件罚款，主要是无车牌，也是唔知影饲高的是啥人。农业局呼吁民众黑白饲高是会互人罚款的，嘛鼓励民众翕相举报。记者张友辉、顾兆勇高雄报道。ยิ่那中华警方本地是伫这个月中11月15开始，要伫139县道掠压车的危险行为。不过，这个消息出来了后，伫网络顶头有引起议论。网友是表示讲，也无法律规定讲袂使压车，所以即马中华县的警方打算要慢车实施。中华县139线虽然风景真水，但是车路长弯细角，常常发生车祸。中华县警察局进前宣布，要利用科技执法掠压车的危险驾驶。不过，伫网络引起袂少讨论，民众嘛有无同意见。掠是不要紧，莫掠伤严。139线一寡就是讲一寡少年，拢骑一寡重机车、欧多拜有都没有减速了哈。当然，警察单位当然也要加强取缔。有民众质疑掠压车违规根本无法律的依据。律师表示，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当中的解决条款来看，压车违规若要成立，法院主要会看2项指标。安尼的规定是毋是足明确的？每一个人咧骑机车拢知影60度是啥物意思？第二个就是讲是毋是符合比例原则，还是每一个人拢会低于60度？安尼的规定可能都是上严苛啊。本案相关取缔方式引发社会大众正反两面热烈讨论。本案将持续宣导安全驾驶观念，并暂缓后续科技执法。面对民众的意见，中华县警局嘛赶紧公布暂停实施掠压车的这项措施，会阁针对法律的规范、政策系统的稳定、违规安怎认定等等做详细讨论。记者尤淑晴中华报道。来看英国爱丁堡大学有4粒头壳骨，这是当时伫牡丹社事件战死的排湾族勇士的头骨。经过沟通，最近这4粒头壳骨已经送回来咱台湾，即马会放伫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的南科考古馆。
因为牡丹社事件流落伫英国的原住民族4位勇士的头壳骨，总算转来到台湾，透过巫术传统祭拜仪式，目前放伫个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的南区考古馆。牡丹是事件战场上的族人的遗骨，能够顺利送回到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是经过很多机关跟我们部落族人不断的沟通协调以后才完成。当然，这个也是我们这几年我们蔡英文总统也在这个重视主持的这个历史正义跟转型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有几落名牡丹社百万族人战死，日军甲12粒头骨炸转去日本，其中有4粒奉收藏伫咧英国爱丁堡大学。政府机关博物馆和学术界互相建立协商沟通平台，经过3年拍拼达成共识，互头骨会当转来到台湾。把4粒头骨请倒转来，也是台湾原住民族要求国际先祖先归国的头一例，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被取走，居然带到海外，我们根本也不知道到底带到哪里，到底我们要怎么去把它要回来、带回来，有很深的伤害。我们到底是属于什么群组？我们被人家这个方式来对待，那经过这一次，让我们族人体验到，我们真的是必须要团结。明年是牡丹社事件满150年，也根据着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的精神，实际行动来行动，也促成人类社会重视原住民族人权，而且也具备原住民族历史正义、转型正义的代表性。记者综合报道。要安怎讲故事才会精彩？家己管剧团配合家己市文化局举办无语计划，透过故事工作坊，教民众用演的来讲故事，而且佮教民众学看台文字，互台语会当加入咱的生活。有时阵会变做一只猫。甲考古部的故事做改编，民众伫台顶用演的方式来讲故事。阮剧团配合家己市政府的母语活动，若有工作坊教民众安怎演，结合 Podcast 的广播放送，搁去公园内底讲故事，互大家听，互台语的学习会当更较丰富。只要你演了欢喜，只要你会当引起人注意，互台语这个文化有兴趣。互囡仔对台语有兴趣，会当做一个好的传承。这个内容其实是阮剧团咧甲文化局计划真丰富，嘛希望会使台语会使推广到咱的一般的生活内底，会使大家自然来讲台语。参加工作坊的学员就讲，有时阵讲故事，囡仔无一定会听。伫工作坊学一寡表演的方式，会当省囡仔注意。家己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嘛讲。无压力的学习气氛，对囡仔学母语效果会更较好。伫咧表达的方式，对囡仔讲故事的时阵，对家己的囡仔讲故事的时阵，变做伊听踏起来，故事会更较趣味。食暗顿，咱会当来用半点钟的时间，咱来去讲台语。不管你咧讲碗、讲猪、讲汤匙啊，逐工都拢去讲底饭讲啥，讲这是啥物菜。这就是咱属于咱生活化的一部分。我感觉你若安尼，你连续1个月会当安尼讲，对着台语的帮助会当真好。阮剧团指出，语言是生活的一部分，学习母语嘛要有趣味，才有法度互囡仔愿意开喙来讲。透过工作坊学习，教家长安怎甲故事讲互精彩，嘛互台语的教育会当更较多元。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镜头来国外，再去看世界。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去中国访问，有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艾班尼斯嘛是最近17当来第一个去中国访问澳洲的领导人。伊表示，双方已经消除一寡贸易障碍，并展现两国的关系已经有咧变好。澳洲总理艾班尼斯提示起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伊出席上海进口博览会，对中国总理李强提起未来5年来进口货品甲服务总值会达到17兆美金表示肯定，佮较毋望中国尽速扫除对澳洲产品的关税壁垒。And we know that constructive economic engagement between countries helps to build relationships and helps to build understanding, both of common interests and where there are differences. And that is why the government that I lead will continue to work constructively with China.
阿班尼斯风中进程，北京当局已经陆续放令，对澳洲美亚环保材等商品的进口限制，搁伫顶个月释放。华裔澳洲籍记者承认，即摆澳洲总理亲自出马，都是希望中国会当加紧脚步，放令对澳洲葡萄酒、龙虾、甲牛肉等产品的进口奖牌，搁进一步释放澳洲华裔作家严平君。当时阿班尼斯就着飞机也无未记哩表明立场。We must cooperate with China where we can. We'll disagree where we must. 澳洲虽然伫国际贸易上希望甲中国加强合作，因为伫区域安全上，煞甲美国卡共天线。伫前总理莫里森时期加入奥克斯，美英澳三方协议，就是要对抗中共伫亚太地区带来军事威胁。外界预期，艾班尼斯七日暗甲习近平会面时，会提出对南海紧张局势升级的烦恼。《纽约时报》指出，虽然中澳两国的和解当然取得进展，也毋过有望看到，那艾班尼斯伫访问中国进前，也捌先去。华府甲美国总统拜登会面，拜登迄当时就提醒，唔通对中国承诺有伤济投资，公司新闻跟回应评价。继续关心国际骹球总会对外宣布讲，沙特阿拉伯是唯一一个有交出想要办2034年世界杯骹球赛国家。若是因会当达到所有技术标准，安尼因就将有机会会当摕到这场比赛的主办权。2020年卡达世界杯卡球赛，沙特阿拉伯队伫小组赛以2比1拍败赛前被看好的阿根廷队，写下世界杯史上大惊奇。世界杯结束了后，沙特阿拉伯的卡球热情无减少，陆续以真悬的薪水引揽未少各国有名的球星。除了成功学到葡萄牙的 C 罗、法国的本泽马、巴西球星内马尔，也伫8月以年薪31亿台票从欧洲刷国联赛。沙国毋若开大钱，而且有名球星更加积极争取申办2030年的世界杯。沙国是即阵唯一提高主办比赛英雄数的国家。هذا الشيء يعزز من تطور بلدنا ويعزز من فرحتنا كمسلمين إن شاء الله ونمثل المنتخب السعودي إن شاء الله وإنه يحقق إن شاء الله كأس العالم بإذن الله فهذا فخر إن شاء الله。不过，甲去年邻国卡达主办的世界杯卡球赛来比较，2034年的比赛对场所的议题要求更加悬，因为对2026年起，参赛队伍会对原本的32队增加到48队，也代表举办比赛场次增加，需要至少14座的体育场。用入的人数至少爱4万到8万人。FIFA讲，若是沙国有达到所有技术标准，就希望伫明年底正式核准主办赛事。We have already plans for a number of upgrades and some new world-class stadiums. We are working hard to deliver them in the most sustainable ways. 沙国今年伫卡球以及方程式赛车、高尔夫这比赛投入真侪钱，强大材料是部分队。严格FIFA伫遴选过程中有一项尊重国际公民人权的承诺，有钱毋是唯一。沙国的人权问题也伫过程中受到外界更加慎重的审视。公视新闻江文编译。天气报你知，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是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8度。外岛21度至27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